乡亲搞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18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台北地方法院审理经华城案，即马上新的裁定出来啊！郭文哲、沈庆京、应晓薇、李文忠等4个人继续互裁定收押禁见，要延押2个月，目前要押到新历8月初1。去年1月、3月2摆，互台北地方法院裁定其阿外经台北市长郭文天、维京集团总裁沈庆京、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家长望基金会董事长李文忠等4人，羁押期限到6月初1。昨法院上新裁定结果出来，裁定延押禁见2个月到8月初1。当初好像是你坚决拒绝放宽金华城的容积率吗？谢谢关心，谢谢。台北地院昨传唤台北市都委会前执委刘秀玲做证，伊伫庭上表示，郭文天毋捌指示过伊，暗过建议卖行创设途径，将来了后反倒打互应晓薇骂。随着每一次的开庭，其实我们可以知道，透过证人的直接陈述意见，可以还给柯文哲非常多的公道。刘秀玲直接在庭上公然的跟大家说，柯文哲从来没有指示过他，甚至没有跟他说过话，也没有下过任何的指令。民众党暗时透过声明表达愤怒，而且无法度接受，指出裁定延押理由书根本找无继续其阿的具体事证，而面对司法信任搁一摆重创。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也表示，司法机关应该马上停止无合理的原则羁押，回归正义法则。不过即马搁押错案外案。董事长要不要说明一下？谢谢。发做经济部长啊，中石化董事长陈市长经过核实了200万交保，约谈的20多人有8人列被告。北检侦办专案查出经华城国部中心在结束营业了后，有关系企业中石化的子公司中国开发，用比市价30亿客权的372亿得标经华城土地，将做倒手换正手，怀疑其中牵涉不法。就说这个土地的买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中石化甲中华开发发动信全力配合调查，公司营运甲财务一切正常。即马检方也将专案调向证交法的非常规交易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也若回答的执行长黄金芬按算伫北市考 T17、T18 2地被成立回答的台湾总部。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市府会积极来协调，嘛会协助。也毋过今嘛表出讲，郭文哲在做市长的时，北市考的土地有民主审议的争议。也若台北市文化局是回应讲，当时并无违法。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宣布，台湾总部的地点纯粹是北市考 T17、T18 2地土地，不过目前是新公里收标着地上权。回答要怎摕到土地资源的变更，北市府伫23要求新修说明开发进度，新修已经伫27回复。依照合约，确实可以双方合意解约，或者依照合约，新售，他在建物完成取得使照，经过我们同意，他是可以将地上权移转给第三方；又或者他建物完成之后取得使照，他可以出租给第三方。不过北市考土地争议继续咧滚价，这个区原本是荒地、农地，伫2014到2022年，前台北市长郭文哲在任的时阵，开始征收土地，怎煞用逼讲土地用俗嘅强制征收，有破坏古迹嘅问题。大部分的委员都希望要保留。那注意到一件事情是，文资委员会里面的官派委员没有一个有意见，都没有发生。但是投票的结果就是，我们讲他就违反利益回避。文资学者讲，生活北市考的计划速度有真侪漏沟。亲像范围内出名的历史建筑分用区，原本已经互登记，开发行为拢爱审议，说伫2018年第110届的审议会投票的时阵，担任民政局长的纳世聪甲文化局长蒋英芳说离开现场，地主人数无够来留会，搁第112届的审议会，照规定无投票权的5位机关代表嘛参加投票，地主分用区无登录历史建筑互拆掉。这个汾阳居跟现在所谓的辉达未来总部所在地，这差得非常的远。这个边角的拆掉，并没有影响到文资审议对整体的这个判断。他征收的补偿是用征收当期的公告现值，现在新的规定是用市价，那北市科当时规定的是公告现值，所以并没有就是报载所谓的用低价征收的状况。
蔡世明强调讲，110次的会议，2个首长离开是去教育委员会开会。啊，若112次的会议，5个官员就说迄阵无违法，是有人向监察院告发。2019年4月以后，文化部文资局才开始修法，认定首长对相关案情拢爱回避。即马检视并无违法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监察院秘书长李俊毅，即马红白讲伊坐公务车去做私人的代志，伊是发出声明回失礼，嘛讲伊家己已经提出自请处分。那现在，如果我们今年这些预算是这样砍的话，那我们政治现金这个案能不能结案，我们不晓得。监察院的业务恢复立法院是大台96%，秘书长李俊毅迄当阵是出面话口，佮对总预算案的实现开出第一枪，但伊即马红白了讲疑似恶备用监察院的公家资源。相片内面穿朴色顶冠衫的查甫人是李俊毅秘书室的人员。日下晡5点，伊互翕到坐公务车去餐厅提餐，直接送去李俊毅的徛家，再去接伊下班。互知影党质疑讲李俊毅公器私用。下班时间基本上是不能使用的。那你在下班时间不但公务车司机当你的 Uber Eats， 更让工作人员当你的送餐员，我觉得这样的吕俊毅，坦白说非常的愧对国人。另外媒体嘛接到爆料，讲同一个李俊毅秘书室的人员伫5日空迄天，嘛先坐监察院的公务车，甲李俊毅因兜的狗送去外口的店洗身躯。2点钟后，李俊毅则搁坐公务车去迄间店接伊的狗。连续2天，伊毋是公务行程，拢互翕到使用公务车。民进党立委嘛认为讲安尼观感歹。李秘书长他也对于自己的这些作为，他也做出应当有的检讨。那他的思虑不周，我想社会也会持续的监督，未来也绝对不能再犯。对引起争议，李俊毅干那透过文字的声明讲，平常时拢是透过中昼休困时间，家己去接送因兜已经年岁真大的狗去美容，未使用公务车。但是5日空迄天，因为公务车无用，这车当然到3天，嘛承认讲无考虑清楚，会深切来检讨。嘛向监察院副院长李鸿鈞提出自请处分，嘛强调监察院业务费用抬掉了后，公务车的油料保险拢是用车的人家己负担。对顶港街会当看到监察院所属的公务车停的所在，对监察院114年的预算书，公务车辆明细表内面会当看到即马停载车拢总38台。经过调查，即摆李俊毅使用的是一台燃油电的特种车，毋是政府首长的专用车。根据监察院公务车辆含驾驶人员管理要点，公务车的驾驶应该甲车辆经过地点，里程记录拢详细记，用车的人嘛要签名。监察院做咱国上悬的监察单位，每一个机动拢用关标准来检验。记者综合报道。再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水气增加，下晡开始锋面瓦紧，西半部山区、东北部拢有机会落局部大雨。咱同齐看分图。要提醒乡亲，其实对昨开始，咱台湾周边的水气已经变济啊，天气会开始较无稳定。今仔日顶晡就会开始豆豆变天，下晡锋面瓦紧，西半部爱细日雷公雨，尤其是这一段锋面，正十北正完整，各地头雨拢会真粗。今仔日半暝啊到明仔顶晡是落上明显的时阵，虽讲呢雨水较高，但各地头的高温普遍也是伫30度以上，东北部的高温大约有伫28度左右。另外，气象署即马嘛有针对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屏东、台东、澎湖、金门、连江、高雄9个所在发布陆上的强风特报，有机会出现平均6级也是8级以上的阵风。今仔日风会真透，乡亲出门在外一定爱细致。继续关心疾管署有公布，顶礼拜新冠疫情有41000人次去医生看，这是平顶礼拜增加113%，个新增加100外的重症，甲19个死亡。有过这新冠疫情的高峰期会出现伫6月底、7月初。疫情当地加悬，有民众就讲，即马拢买无快筛试剂。小数表示已经在增加产量，因为医生是建议讲，放伫厝里放甲过期才旧的，就算过期啊，嘛是会使摕出来用。还是想请问一下，现在还有那个新冠肺炎快筛吗？很抱歉，目前加油快筛现在没有货。最近国内新冠疫情加悬，不少民众想要买新冠病毒家用的快筛试剂，家己做检测。不过，早几啊间药房拢闹空抓，甚至还有里长伫社群媒体铺文征求快筛试剂。有缺货中，跑了好几间的那个药局都买不到。
家用快筛试剂的话，叫货的话都必须要排单。像目前来讲，我们现在排单要排到6月26号以后，它才会供货。有诊所医师表示，这波新冠疫情主要的症状甲流感真相像，大部分会发烧、脑喉痛或者是咳嗽等等，要是爱靠快筛来检测才会知。厝内若是有过期的快筛试剂，要是会当使用，只要控制线 C 迄条线有显示，就代表会用力，要是有效。若是出现2条线，应该就是较真啊，建议赶紧予医生看。过期的6个月，甚至更久呢，事实上都还可以使用了哈，不用说因为它过期了就把它丢弃了哈。特别是现在呢，根本就买不到快筛试剂的时候，你就把以前的快筛试剂拿出来再用，都还可以用了。目前根据业者提出的生产规划，自本周起，家用新冠快筛试剂每周的产量可以达到疾管署预估需求量的2倍以上。消署强调讲，家用的快筛试剂持续伫赶工制作，一礼拜的产量已经有到46万支。另外，已经有联络国内连锁药房、甲超商等等通路的业者扩大铺货，民众会当去疾管署的官方网站，去新冠上新防疫专区来查倒位的药房有咧卖家用的快筛试剂。疾管署提醒民众，这波疫情按算6月中下旬会达到高峰，建议高风险的族群都要赶紧注疫苗，较袂患着了后并发重症甲死亡的风险。公司新闻台北报道。甲乡亲同齐看今仔日报纸重点，连先来看自由时报。咱台湾女子选手吴雅倩以64公尺25摕到亚洲田径锦标赛女子篮球铜牌，为咱台湾队摕到这一届头一块奖牌，嘛是18年了后，咱台湾阁摕到亚锦赛女子篮球的奖牌。来看联合报，女宿业饭店即马真欠工。关公署第3就表示，即马已经参到动部达成共识，拍算有条件开放移工来做指导。也若详细方案，要等劳动部下半年来宣布。不过劳动部对此是无愿意证实。来看中国时报，国际清算银行 BIS 警告讲，全球超低利率的时代已经结束啊！若是各国无法度来压制债务增加，恐惊会造成通货膨胀恶化，嘛会造成汇率出现大波动。咱台票换美金昨昏收盘落1分8，收伫29.953块。富邦的董事长蔡明忠伊就表示，台湾对美国贸易顺差，即阵阁当咧进行关税谈判，台票若变大元一定会有压力。当然嘛是希望讲卡步会当放较慢咧，互产业有应对的时间。新台票换美金的汇率，第拜一起超过30块，拜二开盘继续阁起，以29.92块开出。盘中报价29.82块，起1.15角。未来新台票换美金20多块的情形，敢会成做常态？产业界嘛真关注。台币的趋势不太会有变化。那如果你要看短线的话呢，当然就是缓升，大一点点的区间，大概是29.8到30.3之间。那等这个区间破了之后，再看下一步会往哪边走。最近台票一直在起，唔但讲古基等等的产业，甲中央银行化工希望保持30块的大关。就连寿险业嘛，因为汇损影响利润。富邦媒体董事长蔡明忠27参加股东会受访的时阵表示，台湾对美国有真大的顺差，加上进入关税贸易的谈判，台票若继续起，下面会造成压力。它的幅度跟时间，这个当然也要取决于这个我们整个市场供需的这个状况。我们当然希望的是，台币是能够缓步的升值，这样子的话，对于厂商比较有时间能够因应不会突然的措手不及。台票起的这波嘛，连带影响相关寿险业股价的表现。27寿险概念股，像富邦金、凯基金、甲中信金，盘中股价拢有落，大股大盘都算早盘有起，毋过随着个反乌，盘中把落加21,389点，落超过100点。中央大学财经中心发布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减上济是投资股票的时机，显示投资人的信心要是受到关税不确定性的影响。大家的这个信心其实都还蛮受到一些不确定因素的一些影响。等到事情确定了，即使是利空，那也是利空出尽，或许就会有不一样的反应。学者认为讲，等到美国关税税率确定了后，不确定性的因素消除。各产业嘛会当拟定因应的策略，再个观察投资股票的时机，敢会当恢复稳定。公司新闻台北报道。
国际新闻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根据美国媒体报讲，川普政府正在考虑讲要求，要申请去美国留学的在外国学生，要去读册进前，拢要先接受美国社群媒体审查。因为美国即嘛已经暂停安排新的学生申请签证的面试啊。源头呢，拢是因为川普禁止哈佛大学去招外国学生，虽讲这件代志已经互法院打动，不过这7000外的外国学生，因的未来也是充满变数。即马就真侪欧洲、亚洲真侪间大学趁这个机会，要抢这哈佛大学的学生，甚至推出各种优待，要请这学生去读。川普政府禁止哈佛招收外国籍的学生了后，香港排名第3的香港科技大学，虽公开表示讲，愿意无条件接受哈佛的国际大学生和研究生来完成学业。在几天内，就已经接到几十个人的咨询，当在做个别的辅导，而且内面嘛有真侪是对香港和中国来的，已经接到录取通知的准留学生。US is becoming less welcoming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o I think China has been more welcoming in that regards towards international students. Like they gave me a full scholarship. And so in that sense, I think it's kind of shifting more towards China. 美国上好的大学成全球上好的学生，这种态势有可能出现转变。国际之间嘛开始抢人，目前是包括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和城市大学，拢表态讲欢迎哈佛国际学生来读，而且佮送奖学金、简化就学的点数，甚至伫签证和安排大的部分拢来到3天。Many of us, hold very similar values, and so this is a chance for us. We feel that we can open up our resources to help these students in need, so that they can continue their academic journey. 日本东京大学26嘛宣布讲，当在研究短期来接受哈佛的学生的计划。日本文部科学省27是呼吁全国各大学提供相关资源。另外，欧盟是启动5亿欧元的计划，想要用这个机会来请更较侪美国的研究人才。佮有真侪有名的大学嘛想要来抢收更较侪哈佛的学生，但是离后学年的开学，即嘛敢若剩3个月，要大规模来接受这学生是并无简单。川普指控哈佛大学是助长反犹太主义、学校暴力和进步派自由主义的大本营，就去冻结联邦拨款，而且禁收外国籍的学生。伊26搁一摆出拳，伫社群媒体讲，考虑要撤回对哈佛大学30亿美金的拨款，并分配给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佮讲对美国来讲，这是一项介伟大的投资，而且需要较紧去做。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继续关心受气候变迁的影响，即马地球的温度是愈来愈悬。虽说阿尔卑斯山长期结冰的石头土马，即马拢退冰扬起，有一块150万立方公尺的石头就规个放落来，即马伫当地造成这救援人员爱赶紧甲1死甲300的村民赶紧撤离。另外，伫澳洲新南威尔斯这个所在是一直在上大雨，已经造成5个人死亡，也有5万人等人去救。救援直升机用吊索甲受伤的牛对瑞士闻名的观光胜地瓦莱州撤离。瓦莱州是伫阿尔卑斯山的山骹，当天出世的行程和热天健行的活动，拢真受游客的欢迎。但是因为全球暖化，今年春天到上尾的时阵，瓦莱州伫5月上低温是1度，气温愈来愈悬，造成长期冻结的岩石和永冻土解冻，一块差不多150万立方公尺正大的岩石愈来愈亮，一直对下骹出落去。为了安全，防撤离的有190只羊仔、26只牛、20只兔仔和300个当地居民。In der Nacht gab es dann nochmals auf der Nordflanke und auch jetzt ist eigentlich ständig Bewegung im Gebiet. 弄着的查甫主人当在接受采访的时阵，煞熊熊红拍灯，是因为查甫主人伫塞车的下骹发现一只规身躯拢土的牛仔囝，是欢喜甲叫出来。澳洲东部的新南威尼斯嘛，伫最近因为连续几天落超大雨做大水，规城人方必须只好撤离家园，但是嘛是同款有差不多5万人受困。直升机来来回回是至少150摆，甲徛伫厝顶上悬的所在居民救落来。当地政府讲大水至少造成5个人死亡，1万栋厝受损。A lot of people with a number of pets
We've had cats, dogs, budgies, a number of animals rescued as well. So there's been a lot of full boats that we've seen. And as I said, we're trying to get along to everyone and as many people as we can on these boats in these floodwaters. 这几十年来，澳洲除了经过可化毁灭性的大火，这几年佫持续受到大水的侵袭。专家嘛，甲原因归伫气候的变迁。另外，伫中东地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伫5月是破历史以来共一个月的上高温，24时内到51.6度，23时有50.4度。根据阿联的国家气象中心的数据显示讲，较早5月的上高温是2009年的50.2度，另外全年的上高温是2010年的52度。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罗西亚伫顶一日是动用创下纪录的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川即马真生气，伊伫社群媒体发表文章，警告罗西亚总统普丁讲伊唔通耍火。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川当地考虑对罗西亚进行新的一波制裁。继续关心韩国有一个阿兵哥顶个月被抓去，原因是伊涉嫌泄露韩国和美国联合军演的机密，甲这机密泄露予中国军方的情报单位。经过调查，发现讲伊的外公是中国的退役军官。一那5月19日时，这个韩国阿兵哥已经被起诉。继续关心中国山东一间化工厂伫昨中昼熊熊大爆炸导火，当中的钢线喷白色不明气体，真插片。目前呢，唔知影这敢有毒。27日，官方通报，这场意外已经造成24个人伤亡，阁有6个人即马要失踪，目前阁在抢救。来关心总统赖清德第昨昏接见美国众议院天然资源委员会主席魏德曼，带领下党派的访问团，表示咱台湾会增加对美国能源的采买，打造辉煌供应链。未来面对国际情势快速变化，我们将持续增加对美国采购，包括天然气、石油等能源，还有农产品、工业制品甚至于军事采购。美国期望在工业化以及成为人工智慧的世界中心，台湾乐意参与，而且角色更为关键。我们会加强台美产业合作，一起打造飞鸿供应链。In the United States, those investments have been greatly appreciated, and we also are excited about the talks with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future going forward on how we can have a stronger trade relationship, a stronge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and how we can work with each other to help both economies to grow and prosper in the future. 魏德曼嘛特别讲到农业，表示讲美国生产真侪粮食和饲料，即嘛伫积极找找会当分享资源的朋友。因为咱总统是强调，加强对美国采买，对双边贸易平衡将有帮助，嘛会当强化咱台湾的自主、韧性，也个经贸发展。继续关心中国伫台海发动联合战备警巡，咱的国防部拜日发布侦测到27架战机、无人机下过中线18界。即马台海局势紧张，外国媒体嘛讲，中国即马已经有材料随时会当拍台湾。香港的南华早报甚至佫讲，上好拍台湾的时机是伫风台来进前的上半日。台海情势紧张，国防部27发布侦测到中国歼10架空警500种各型主涵虎的战机和无人机，计共27架次出海，其中18架次超过中线甲伊的沿长线，进入咱北部、中部、东部甲西南空域，配合中国南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国军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检派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适切应处。国防部也掌握到中国29要发射运载火箭，按算会经过咱国的 ADIZ。面对中国加大侵扰台湾的力头，外媒《金融时报》引述台美消息，讲解放军有由兵转战的能力，会当随时对台湾发动突袭。俄罗斯要攻打乌克兰的时候，他也是借口动员10几万人，然后进行演习。但是演习结束以后，他并没有撤离，反而是对乌克兰发起行动。它其实是类似的这个思维跟逻辑的，对任何的大规模行动，我想，不论是其他国家或者是台湾，都应该加以密切的监视。另外，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讲，解放军若攻击台湾30到40大的关键基础设施，台湾本岛就袂当正常运作。
安尼就会当免战得赢。而且上好的侵犯台湾时机是伫风台来进前的热人工作日下晡。不过学者质疑讲，中国选伫风台天登陆是非常困难，研判中国利用飞弹破坏咱关键基础设施，要假做是风灾来打击民生甲士气。我们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维护，不管是资安、网络攻击或者实体的安全，我们都必须提升，也正在进行当中。总统赖清德日前接见欧洲议会议员访台团，致辞感谢欧洲议会为台湾发声，关注台海的和平稳定，并且讲台湾是印太地区的关键民主伙伴。欧洲议会除了谴责中国持续对台湾采取军事挑衅行动，更强调台湾是欧盟在印太地区的关键民主伙伴。呼吁欧盟以及会员国持续与台湾密切合作。And that's why I think it's so important that we have good relationship and also show China and Russia that we have good relationship because it's a part of the defense that we actually stick together. 欧洲议会议员丁和瑞甲博斯纳拢强调，台湾甲欧洲的处境相像，民主国家爱团结，才会当保卫民主。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2023年台南和台北拢有发生长照悲剧，这两案拢伫昨昏宣判。台南这案是后生照顾中风的妈妈，佢个情绪失控，甲老母抬死，最后是予国民法官判伊20年有期徒刑。另外伫台北这一案是妈妈照顾50年在倒伫病床的后生。法官是认为讲，这个妈妈有认罪，厝内人嘛已经甲原谅，所以尾伊这妈妈被判2年6个月有期徒刑。新卡马真济上怀老太太被赶去救护车。2023年12月发生在台南长照悲剧，50多岁姓柯查某人照顾中风的妈妈年外，讲是一时情绪失控杀死妈妈，互检方求处无期徒刑，而且一审宣判有期徒刑20年。本案造成家人心理重大创伤，被告法律意识薄弱，素行不良，再犯的可能性高。而本件从轻量刑的因素为，被告坦诚犯行，为被害人主要的照顾者，关系良好。虽然姓柯查某人承认犯行，不过国民法官考虑被告有反社会人格，而且手段上暂定状况，认定保护刑法第59条犯罪症状很可民诉进行免减刑。犯罪在有特殊的原因、环境或情况底下，在客观上足以让一般人认为说，如果判法定刑的最低刑度还是太重，这个时候法官可以依照刑法59条予以酌减其刑。同款在2023年发生在台北，前年会诊断姓刘的妇人烦恼50多岁重度身心障碍后生，伫家己过身了后无人照顾，将伊杀害。法官考虑伊认罪，而且亲人原谅，真正符合自首，甲刑法正限连面顶减刑条件，判2年6个月。没有办法用一定的标准去衡量他减刑的这样一个程度，犯罪的历程动机，这个犯罪的手法，家属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有没有达到可以原谅的程度？学者表示，同款的长照悲剧伫法庭审理的时阵无法度一定的标准，国民法官加入了后，审理会阁会加入社会期待。若个案因人怜悯的程度较悬，都可能会有无同款程度的减刑等考虑甲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有犯罪集团涉嫌走私保育类的动物来台湾卖，甲动物生饲爱困药才绑伫人的身躯顶，再走私入来台湾，一年走私超过500只。有几来嫌犯即马拢已经互起诉，若警方后一步是要来追查这些动物拢卖去倒。大田经历动员会同环境稽查，现场是垃圾日落膏，贴起来的笼仔内底有各种罕见的野生动物。这个小孩子对。伫笼仔内底活跳跳的有2只罕见的保育动物，普通羊、鹰猴、大耳猴。现场阁发现懒狗的身影，列做第1支特别绝种的保育类野生动物，拢互违法的集团走私来台湾，当咧找买主。此集团自境外以人体夹带活体动物的方式走私入境，将相关嫌犯以涉嫌违反组织犯罪、野生动物保育法等罪嫌起诉。靠饲爱困药互野生动物分去，结果绑伫身躯，对泰国走私转来台湾转卖。即个伫海关互人发现，专案者因安尼来出破。
当场查到乌马粪齿、印度香菇、甲青豆丁等等，经过警方深入侦办，佮对嫌犯的徛家找到保育动物。不过警方调查讲，违法的集团对去年2月开始，大约1年的时间，已经成功走私超过500多只动物入境，部分已经进入市面。大部分像这种一定是相对高单价的物种，大部分都是在饲养过程中没顾好就死掉了。很难说我养到我不想养弃养，国内现在都不可以养，这些都不能养，这个是只有在动物园里面有申请的才可以饲养。专家分析讲，包含懒狗、普通羊是真歹饲，尤其无得到政府的同意，也明文禁止饲养保育动物，若是违规是一定会受罚。互掠的犯罪集团成员已经获起诉，警方后一步也要追查动物的流向，来理清买主的身份甲买的动机。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第五个消息，甲镜头来去中华。中华县府打算要伫丰原公墓边仔来起火葬场，要来解决中华县拢无火葬场的问题。昨昏是伫丰原甲中华市有举办环境影响的公开会议。因为丰原反火葬场自救会有动员500人去现场抗议，因为民众的情绪真激动，有人无细致，搁跋倒受伤，现场的气氛真紧张。民众情绪激动，侪人防挡伫外口，无法度入去中华火葬场说明会现场。中华县政府打算伫丰原乡公墓边的一块殡葬用地起火葬场。县府2次伫咧丰原甲中华市举办环境影响公开会议，伫丰原乡的会议现场，有民众因为反对火葬场情绪激动，无细致跋倒受伤。莅临丰原反火葬场自救会表示，火葬场要起伫丰原，对当地甲小隔壁的莅临镇影响大。自救会认为，目前中华人口减少，加上交通利便，中华无一定爱起火葬场，尤其莅临丰原有侪做事人，就惊火葬场会影响当地环境。第一点，我甲丰原乡亲阮认啦；第二点，伊竟然叫25个乡镇的人员要来甲咱起业，要来压迫阮。啊！你叫25个乡镇唔免承受后果的人来甲咱讲要支持火葬场起伫阮莅临丰原，安尼无人吞的咯。县府表示，空气噪音的污染拢有相关的管制甲防护措施，因那民众伫会议中提出的意见，嘛拢会完整记录落来。阮的座位，阮绝对连连绕高，每张拢会上架，环环书都会上给委员会去做审查。自救会嘛指出，县府伫同一天、同一个时间办2场公开会议，互自救会无法度拢参与，因批评县府欠缺沟通的诚意。中华县政府表示，中华县4名园区是县内重要的公共设施，为着扩大县民参与，才会办2场会议。县府嘛会收集民众的意见，后续会依照环评委员审议的结论办理。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5月17日，咱台湾进入恢复工园了后，台电有启动高雄兴达电厂小土团机组，引起外界质疑咧偷捧。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甲一寡团体昨昏有开记者会，因是表示小土团来发电，这造成的健康危害是长期的，所以伊嘛呼吁立法院要赶紧通过伫2028年中火无要小土团的决议。5月17日，台湾进入恢复加园了后，稳定电量减少，加上要到热天用电需求提悬，各界拢质疑台电火力全开。前一日，阁因为花莲和平电厂跳机地处批转用率无到8%，所以启用兴达小土团机组。拜二，台湾健康空气行动联盟和医师召开记者会表示，虽然台湾 PM2.5的年平均数值已经接近目前政府定的标准12微克，但中南部普遍的浓度拢真高，要求政府要重视。半暝也就无啥车，就落落来。但是燃煤是24点钟随时咧烧，24点钟随时咧烧。啊，伊佫比车佫较毒，我经有讲的，为心脏嘛较毒，为死亡率嘛较毒，啊，所有啥拢较毒的时阵，啊，伊佫24点钟咧烧，所以迄是足恐怖、足恐怖的。台中发电厂使用的小土炭机组因为真旧，发电的效率低，同款发电量的用土炭量是相关的。尤其台湾暗时甚至超过9成拢是外靠火力发电，民众烦恼的是长期的健康风险。有医师也表示，根据研究，这30档女性肺癌发生率直直压悬，发现和 PM2.5有关系。另外，有医师针对中华的学生囡仔做细菌的研究，发现有严重的健康危害。那腺癌就是它不是在气管、支气管，而是在更呼吸道的最末端，就是肺泡。那么这个
肺泡因为 PM2.5它非常细小，就直接穿过肺泡到全身的系统，所以它影响的是不只是肺癌。这个年均值PM2.5每上升1的时候，其实就会对这些气喘的发生、喘鸣的发生，还有肺功能、还有呼吸道的发炎反应都会有影响。团团认为，行政院规划2034年中火无烧土团上班，全面的健康未堪一等。希望下礼拜2立法院通顺利通过2028年中火无烧土团的决议文。记者梁家嘅邵桂玲台北报道。民众买无演唱会的门票，票款也是塔关价去买，趁价又细细。立法院伫拜2的时三读通过社会理事维护法修正案，加买黄牛票的罚金对1,800有关到3万块。不过民众也是讲3万块罚伤少啊，根本就无人会惊。歌手周杰伦去年办演唱会，门票一开始卖就随卖了了，黄牛票搁差到一张3万外口，互大家真不满。韩国女团 BLACKPINK 世界巡回演唱会宣布今年来台湾唱，会伫10月18、19来到高雄的世运舞台来唱。民众烦恼讲这会予黄牛的乱象搁出现，立委嘛认为讲应该修法来打击黄牛。社会秩序维护法第9条、第64条、第72条、第89条条文修正通过，我们继续。立法院议会日前三读通过社会特殊维护法的修正案，面对讲若毋是家己用去买运输也是邮路的票券，再搁转卖道理的，对本地罚1,800，即嘛提悬到罚3万。另外，艺文表演的票券、运动比赛也是活动的票券，已经伫文创法运产条例内面有定专款的条文，即嘛通过附带决议。亲像医疗、餐厅食宿这种黄牛票，主管机关一定2个月来建议修法。黄牛的行为多元化、科技化，超出传统工具我们能够执法的范围。那我们希望透过文创发展条例跟社违法今天3万元的罚款这样的一个修法，能够遏阻黄牛的现象。立法院修法上当是罚黄牛3万，但是民众讲罚到这么少，黄牛根本都袂惊。他搞不好1张就赚3万，他卖2张他就够缴了啦。感觉应该要再更高罚更高一点吧。所以现在罚太轻，黄牛不怕。对啊，完全不怕。这摆社会法的修法嘛，针对噪音也是半暝伫遐在吵，对本地罚6000，提悬到罚1万。另外，偷偷讲地的事件一直出现，修法嘛放入严格定法，若是无正当理由乌白讲地，而且经过考劝到袂听的，对现行罚3000，提悬到罚3万，透过提悬10倍的罚金来协助这金钟犯。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咱社会接发生侪伙人赛车发生意外，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即马要甲换驾照的年岁降低，未来汽机车驾照的题目嘛会变较困难。也若伫顶礼拜，三劫有轿车伫学校边仔弄死3个人，民间团体即马是呼吁政府，嘛爱伫学校周边的交通设施，甲这物件爱列入去法规内底，一定爱强制人和车爱分开，安尼才会当确保囡仔上下课的安全。赛车爆冲造成42项78岁剩余的驾驶医院伫加护病房治疗，合区警方轮帮酒店病院，但由主治医师评估是毋是用继续笔录。这重大车祸就发生伫学校周边，家长团体甲教育团体斗阵呼吁，同学区的交通设施应该入法降低事故几率。校园周边的安全设施要明确的法制化，要强制的设置实体的人行道、防护栏跟庇护岛、减速板，类似这种的措施可以防范。好，因为其实真的我们感到非常的可惜哈，就是学童跟行人跟包含骑机车这些的，大家用路人都是遵守交通规则好的情况下被撞的。针对最近连续发生高龄驾驶车祸，交通部除了下修高龄换照年岁了行到70岁，也建议对亲手第一摆考照增加鉴别度。此时会地取消全部改造，选择第一3个选项也增加到4个选项。驾驶人安全观念、根本安全相关课题会占据较侪。很容易让大家答对的那些题目，我们目前正在筛选。我们希望把这些题目全部筛掉，让大家知道。现在安全的观念跟真正的交通法规，你必须要熟读，熟读之后你才有机会过关。
无照驾驶部分也受罚阻止，甲即外赛车类罚金无上限以外，另外扣车扣牌，对台湾安怎死掉过路人地甲标签单车开回应，过路人地甲是形容词见仁见智，毋过台湾交通环境有真侪爱改善，会努力落实道安3期前的政策。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高雄，高雄是规定讲灯仔卡袂当停车，抑过最近伫基顶就有人甲灯仔卡借互人停车，才搁讲收停车费。即马高雄的交通局和警方拢表示，不论是来停车，还是借人停收钱的，拢已经违法啦，会去开罚单。平常日来到基顶老街，虽无无假日时的加价，不过人也是吵，都是因为人侪歹停车。最近传出假日时，基顶才有民众甲家己厝的灯仔卡当作收费停车场，伫路边招人客，3点钟100块。有游客讲，捌伫假日来基顶，就拄到有人招停车。讲伊了，伊有停车位啊，伊会当停车啊。看要停的就伊会闯去啊。有较俗吗？较俗哦，是无较俗啦。无较俗，咱会想要停。方便倒啊！到要来这种也无你唔敢要坐车顶呢。因为歹停车谈方便，亲像安尼拄着招人客，就去停伫灯仔卡的行为，无论是收钱的厝主，也是停车的人，拢是违法。警方讲，高雄市的灯仔卡敢若有开放奥多摆，若是无影响过路人空间，才会当停。汽车是全面禁止。今年1月到5月26为止，高雄拢总处地1088件，其中基定区有3件。另外，交通局也讲，将灯仔卡当作收费停车场抵用，相关会当罚2400块。私人不得擅自占用或经营，也无权收取费用。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那其人违规停车，处新台币600元至1200元的罚款。若利用道路为工作场所，如占用道路进行商业活动，得处行为人或其雇主新台币1200元至2400元罚款。另为维护人行空间顺畅与行人通行安全，本分局已主动加强巡逻稽查密度，针对辖内交通热点，依法取缔违规行为，以维护行人权利。交通局表示，因会继续甲警方合作，针对违规招人客，也有违规停车的状况加强处理，也请民众停车爱选择合法的场所，避免受罚。记者柯家族张阳高雄场报道。那山路是弯弯弯弯，为了要加强巡山员伫山顶赛车的安全意识，林别墅特别进行专业安全训练，有教官来教这的巡山员要安怎提升驾驶观念，嘛甲因讲伫山区赛车要注意啥物。骑拍速的机车伫咧山区道路弯来弯去，佮爱随时注意关顶敢有土石流。对巡山员来讲，骑车毋但爱足专心的，而且除了爱面对高山的天气、温度，有时佮会拄着落雪。领事表示，巡山员这些名称是号做森林护管员。领事指出，因骑车的安全操作真重要，所以特别进行专业安全驾驶训练。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潮湿会有一些落叶，或者是它等于造成它的系数会变，那个摩擦就会变少，所以比较容易会滑倒。还蛮常摔倒的，对。怎么样说还蛮常？就是例如说我没有注意到前面打滑了，然后刹车刹不住，然后我就摔倒。就去转一圈，看一下什么胎纹的深度之外，再看一下胎纹沟上有没有异物，有没有坚硬的石头、铁钉。讲师专心解说，互学员了解，亲像出发进前的车辆安全检查，嘛是番互学员知影安怎互拍速机车伫咧打档仔时，以免出去累残人着伤。因为坐山路车无法度行，巡山员拢是骑拍速车来做工课。讲师透过实际操作，希望会当强化安全驾驶的技术。因为他们常常在山上面，比较不良路面的状况底下，没有铺装的路面上面做骑乘，那所以我们准备了像碎石路啊，像断差的路面啊，等等之类的，让他们能够实际上面做骑乘，那去加强他们应对这种不良路面的一个能力。针对我们新进的护管员，尤其是女性的护管同仁呢，来进行一个安全教育的一个驾驶。藉由这样子的教育训练呢，我们希望能够减少在工作上的一些受伤。领事指出，对基本观念到实际操作，就是希望加强巡山员伫咧面对山区各种状况的时，确保性命安全，也让任务会当顺利进行，为社会大众守护珍贵的森林资源。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
绿竹笋是台南关庙的三宝之一，受今年低温加上雨水的影响，产期是延后较大。农民表示，今年行情袂歹，价销真好，不过就是无产量。即马在地的罐价一斤已经要到100块，这是15年来上悬的纪录。一套套农民甲拄挂起来绿竹笋，再来果菜生产合作社交会，因过几年后2-3月就陆续采收。不过今年因为迄阵天气寒，佮加上南部雨水少，拢落伫北部，造成关庙绿竹笋产量减少，产期嘛延后。最近绿竹笋才开始大出。拢一直寒啊，寒啊，这拢无落雨啦。今年真正足歹种。无像你靠地下水、靠溪沟仔水架起来的水，因无够。因未到遐就对了。因未到遐，迄个量无够啦。那个你要雨水顶悬压落来更较好，雨水是天然的。关庙果菜生产合作社讲，因为伫5月节之前，一天会使收到10000公斤的绿竹笋。那今年以顶礼拜来看，才干那5000斤尔，减1/3。嘛因为出货量无出来，地属价销价较悬，大盘这阵一斤有到70至90块，产地批发均价每台斤嘛有买我100块，创下近15年来同期上悬的纪录。即摆有豆豆咧落啦，差不多即摆落伫差不多70左右，顶礼拜阁有80、90。顶礼拜价小阁有咧浮动较大，批发价我上水的，因为咱会分班啦，上水的阁伫100。往年我每一档是差不多伫咧5月中旬就开始收购，但是今年因为雨水欠缺，所以阮今年预计是伫咧6月4号，差不多6月4号各位开始。经过了解，目前北部绿竹笋等咧出，这嘛加减影响南部的价销。针对有行情无产量，农民真无奈。即阵农村人口高龄化，佮加上种绿竹笋真够工，地属种的面积逐当咧减少。目前关庙全区面积剩614公顷。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生活消息来看，电脑内镜头刀即马会当开菜单，这是教育部委托成功大学有研发 AI 开菜单的系统，只要28秒钟就会当规划学生囡仔一个月菜单。毋但食谱有分类，佮有营养的标示，甚至呢会当自动来排除有问题的厂商。营养师即马就表示，即马会当利用这套电脑系统，有这套系统加省真侪时间。假设我们把它设成50块钱。对调整介绍开始设定学生的中昼顿，逐工要食的主菜汤含甜露，只要28秒钟的时间，学生一个月营养菜单就完成啊！这是教育部委托成功大学开发的 AI 开菜系统，这个系统也互专门规划学生菜单营养师感觉真方便。1个月有400多道食材，那我要确认说，那我礼拜1跟礼拜5的食材没有重复到，这样算起来其实是可能要花1个礼拜时间在处理这件事情。但是透过 AI 开菜单的话，其实我们刚看到，可能教授话没讲完，那个菜单都跑出来了。这个系统的功能包括有菜单智慧的推荐、营养标示等等，会当用伫咧国校啊、国中和高中。成功大学表示，为着要避免囡仔食到有问题的食食，软体会自动排除有问题的厂商，像前一阵有3肉种的猪肉，这软体嘛会甲伊排除，用其他的软白质来代替。当有这个食安问题产生的时候呢，只要在外部的这个新闻得知有哪些食材供应商，它的食材供应品项出了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即刻提交给这个国教署跟这个教育部。我们的专法还没上路，但还没上路之前，我们已经做了许多专法。比专法内容规范更投入更多的资源哦，不管是弱势的补助、食材的一个提升哦，那现在呢还有一个 AI 的开菜的系统。立法院当日审查学校共创法律草案，教育部表示，目前特当补助的金额是74亿，未来专法若通过，拍算可以当加出来26亿的预算。不过因为在违法的证据，中央和地方要安怎来分配经费，爱阁继续协调。记者陈亚轩、林秀凯台北报道。因若家己大南的濒临国小，这学生囡仔中昼顿，毋是食营养午餐，因是食饭桌。这是学校的食农教育，要互囡仔体验食在地、食着时。薄荷鸡、酸辣汤、保烧条鱼米糕，一出一出的饭桌菜，毋但互囡仔食甲真欢喜，嘛互因知影食材经过料理了后的气味。学生就讲，中昼顿用饭桌来教食教育，印象有加较深。上课的时候，老师讲薄荷。或者是凤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它是味道是怎样，然后像现在吃板的，我们就可以尝到它的味道。像讲咱
菜内面有迄薄荷鸡啊，迄是咱大拿这附近的老一辈的人拢捌食过。啊，其实嘛是足侪阿公阿嬷伫厝内做的迄种手路菜啦。大拿镇的病人阁少，为着要教学生系统教育，特别请总铺师入来学校，用着实阁在地食材，利用食板豆的方式，阮若要学生知影气味，嘛会当为这当中来认捌家己故乡的特产。拢是营养午餐，啊，即摆食的板豆拢是遐煮的，啊，我感觉拢食的拢无共款啊。我们都在推广食当地、食在地的观念，我们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小朋友去真的体验，这些菜色的料理原来都是出自于我们的故乡。学校表示，一般囡仔拢是对着大人才有食板豆的机会，用这款方式哪食哪教，为了加深学生对在地食材的认捌，嘛，互因伫学习的过程当中体验到台湾的板豆文化。记者李慧婷家己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看全世界头一场人形机器人模型具比赛。最近是伫中国杭州举办，这个机器人是透过 AI 训练的，会当来车拼电功夫。透过比赛，嘛会当互因步数进展。目的呢，就是要训练这机器人，透过这款比赛来训练因的平衡感，也个耍叮当的能力。伫擂台顶，两个木性过选手互相咧试探，过来就无客气，正面就直拳甲击倒，就算去用击倒，麦当时刷爬起来，搁再木，看甲边仔观众一直拍鼓啊画赞。这场伫杭州举行的木性比赛，创下全球头一个由人形机器人取代正人来比赛。比赛规则和正人同款，机器人扭了的骹手，互大家真意外。机器人也要拍木性，是因为采用电影制作用的动作分析技术。最开始开发的时候，我们是先找了一些专业的这种格斗选手，然后在他身上布置了一些传感器之后，由他们来做出一些非常专业的格斗动作，比如类似于左勾拳、下勾拳，他一些运动的关键的轨迹。比如说他的手腕、他的腰部、他的腿部是如何去运动的，然后我们把这样一套运动轨迹的数据映射到机器人身上。开发这款机器人的业者讲，机器人透过 AI 训练甲深度学习，会当甲木性的动作做甲更加水快。不过有目睭金的观众质疑讲，这款机器人的比赛还是训练的过程，边仔拢有人咧遥控操作，安尼就无啥了不起。不过中国专家讲，操控元素你要是规关的指令。启动规套由大型语言模型驱动的运动控制演算法，不是在操作每一个动作。另外，举办机器人运动比赛目的，嘛不是干那为了比赛。它的自己的平衡能力要足够强，它的移动能力，它的动作要足够的流畅，然后足够的精细，我们才有条件去谈它未来能否去帮助到我们的生活。对，所以我觉得格斗大赛是一个设置了一个极端的考验环境，然后去督促我们、帮助我们去精进这些内容。业者希望人形机器人有迄种更较会堪去相容的平衡感，动作变较流利、幼稚了，未来会当伫产业甲家庭的使用有更较好的表现。业界估计，中国顶个月宣布讲，人形机器人的市场规模今年预计会达到82.39亿的人民币，大约占全球50%。大无2月的时阵发布的报告讲，中国人形机器人的产业规模已经领先西方。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天气报你知，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1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2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4度，上悬34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3度，上悬30度。外岛22度至30度。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